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喺屏东沿沿头199嘅路旁有一块贵重嘅木嘅，喺木嘅上面有一块牌，上面写到我哋嘅繁艺树木。喺繁艺树木咯，伊喺我哋部落地部也見啊，有一块佢貼喺一個土地嘅樹店。一最主要講我哋咧店嘅老闆，吼，伊係佢做我哋咧原住民嘅運動，同時埋班嘅佢做嘅原住民嘅保護咧，我哋咧南島嘅先鋒林明德先生。啊，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也位我哋調解員李安先生嚟到我現場。李安先生，大家唔都我哋小姐係如果朋友都講，有啲佢當然嘅身份，因為呢，伊係聽我哋美濃宮嘅，我哋馬上訪我哋今日來賓李安先生嚟到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對屏東來嘅李安，姓名嘅講阿咪。阿咪先生，好，唔係我哋李安先生，好，係歡迎來到我哋今日嘅節目。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看到我哋嘅先生，我發現到講，先生嘅五官佢突出呢，嗬，先生係咪原住民啊？係啊。但是你有啲客話講嘅真蠻好呢。係哦。係，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唔知個係睇。我學到客家話，我都講唔知係以前係咪睇客莊要成法講咯？我睇美濃出世嘅呢。我睇美濃出世？係，我係蠻出世嘅，係爸爸媽媽就對山地門一個貴地輩嘅村莊，講太沙。對嘅帶我一個阿哥、三個阿姐，對山肚裡，行歸廠嘅路到美濃去做事。都安尼都冇危險嘅，都見。我係係咪出世咩？ที่一多年嘅係呀，我哋出世ที่3年，喺美濃ที่3年嘅我出世。所以其實對鋪太沙鋪落下來啦，嗬。係，我哋喺啲地方都好我嘅頭家，我哋頭家都爸爸媽媽嘅人種山啊，看人嘅山。有個人屬牛、屬豬嘅，用嘅就是做一個廠工用嘅，亦嘛講客話咩？爸爸媽媽唔多曉得講啦，會談，反正做事咩？做來做去，細人哋都慢慢睇嘅，我哋頭家都跟細人哋講客話，我會啲咯，個睇嘢嘅係我哋啲啊，原來我四周圍全部有客語，人都講客話，都安尼慢慢，其實講話愛環境，愛有環境講啊，難做得講啊安尼，係啊。嗰時先生其實都聽美濃宮嘅啦，嗬，唔係，其實已經爸爸媽媽對鋪落下來嘛，然後喺度都睇嘅美濃路宮嘅我哋李安先生，嗬，嗰時其實先生其實環境都全部係客莊嘅環境。錯，美濃冇人事嘅族群咯，睇嘅頭牌。佢做起嘅時間嘛，係啊，你嘅情形。咁你睇其實從前場即係其實讀書嘅時間，後有嘅我哋讀小學嘅時間，跟人家同學看到，我講到佢貼嘅。係啊，講啊，我講啊，人都考冇驚嘅咪嗬，我唔知我生嘅用嘅，我讀書機係。後面聽一多年咯，頭先要睇佢藝，後面要睇味對藝哦，你去坐嘅係啊，當我教識去坐下嚟嘅係啊，人山人海啊，啲窗戶全部要跳嗱，都睇佢藝烏壓壓一片啊，我驚下會死呢，驚會死，我按多年唔知佢罵嘅佢藝咩，驚下唔敢去送片數咩，都睇啲你用撩尿嘅。係啊，有嘅事情咯，都見我唔會記唔得。唔知佢幾時唔會講過，有件事情睇人生冇注意到，冇看重伊，嗰時唔會感覺到講，即係佢委屈樣嘅。但是你認為講，嗰種爸爸媽媽冇把伊當作一件事情，嗰時唔認為講，媽媽沒啲佢重要嘅事情。係，你看啦，從那時人行到銀路卡去做事啊，喺樣嘅係啊，都當我爸爸媽媽要會講啊，要講。李先生，你細人哋該會讀書呢？啊，該會讀書，該會做事用嘅樣，可能人哋做乜嘅，嘛啲田丘裡，嘛啲山肚裡，啲聽書。我媽媽要回答講啊，係呢，好，佢充滿你嘛，安尼講呢，
应该系哦，应该新人都可能过要读书哦，安尼啊，都安尼讲。啊，等人走去海呀，我妈妈就看啦，强爱去做毛嘅，强爱去做毛嘅安尼啊。系啊，我有个阿仔读安尼师专咧吼，后来做先生啊。伊去读师专，鼓励去海跟我讲啊，用建议讲啊，如果我们是生在以后因为知道那个儿童福利法没？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妈妈说，她虐待儿童嘛。就有安尼过凄美的事情，系啊。但是我冇感觉到安尼。係啦，因為早期啊，真是生意呢，有時如果呢，讀小學嘅，有等於生意讀小學嘅，可能鼓勵如愛團操嘅，如愛如愛讀書嘅呢，無如果有限如果真係如愛理組嘅呢，可是唔講話兒童福利法，萬世冇啦，反正你真係唔會聽書嗰時，伊是出去讀書嘅，咱聽到嘛，看到那種難啲嘅。但是早期嗰度生意呢，全部都咁樣安。係啊。但是嗰時陣睇面容嘅，其實因為小學應眼神嘅時，他肯定就歸我講啦，有時佢聊掉啦，可能上個模都咁樣，冇上個特別講嘅細模咯，佢聊掉。但是你講應眼神以後，你開始容易睇緊人嘅身份。因為應眼神佢係喺私人同學，又喺學校嘅乜嘅咩到什麼樣神佢係呀？頭先的應眼神的先生，細妹就是女老師們，伊都對有一些差別啊，對他有一點差別。到應眼什麼樣神佢係，我都讀到，我有去尋過一個先生。相容啊！伊初看到我講，佢建議講幾好，要佢睇房嘅，唔點樣嘅你要上嚟去講安尼演講比賽睇個睇司令台做升旗台嘅司令台當紅啊！去演講比賽，三樣成了我做佢花嘅洋裝啊安尼啊！個手叉腰講啊，背住啦，講啊，我上一個太上啊你，我這個嘅啊，睇下背啊，看到人撲樹撲啊，我太上啊你啊，原來真是可能幾好啦，全人傑對多5-6年生嘅得第3樣呢，從此以後我都冇相同嘅，我咪佢得到嘅先生嘅賞識，我的表現就越好。就嗰種態度開用嘅咩？媽媽安尼對啊，人類學校嘛安尼對，所以我都安尼上來到5-6年生，又讀到像副一個老師，又比3年生、4年生嘅老師個看重我，對我嘅比賽，對我嘅比賽都嘛成愛去，唱歌嘅啦，演講比賽、朗讀比賽也得啊，還有跑步啊。唔點啊嗰啲，我安慰咯。你想講，又係一種痴心啦，一種這個本身帶來嘅痴心，喺度本人發現，本時人發現到，叫睇個有係啲歸我向嘅角色，同時也表現嘛幾好，比起嗰度我哋，譬如我哋客人來講，我幫你其實我哋講內向，我哋講唔敢去講這個，講這個一個表達這個，但是相對來講，我發覺是人可能如真係如讓規發拍。講話要佢溜，嗰時表現好來如過嘅。可是我想我講嘅一件事情，講，你這個人比講，有一種個性的差別，係因為這個原住民的身份啊，還是講這個家庭都本來都有安尼一種我哋講可開闊啦，我哋講嗰種可釋懷嘅嗰種心情。唔啲係啊，唔係因為多魯卡嘅係啊，你去嗰個去多魯卡嘅係過一個門多魯卡，都做唔得講客話嘅，做唔得講粵語嘅，全部我講山地話，講人哋自家嘅話。爸爸媽媽唔會插我，唔講嘛嘅講粵語，都人做都看到你，我都做唔得，就係咁。所以我都睇山地話、粵語、客話，強下學，安尼啊。大家講嘅就說。爸爸媽媽演，我哋從嗰個去做要做邊，可能爸爸我嗰個要去做邊咧，做邊嘅係都從細妹人睇到卡，
小妹伊摕去卡机，伊拄个别教育，我煮饭呢，像头东讲比较内向的吼，爸爸妈妈可能就愿意去做陆卡的事情。啊，像俺喏又鬼斗鬼恶鬼爱撩吼，就又鬼夹呀，去买东西，去跟人谈判哦，他把俺陆卡会断粮哦，吼。虽然俺能自给自足哦，我还是会断粮，因为俺能有后来有思我呀，哦，阿爸又冇东西食嘅嗨呀，冇米好做，俺就做片当咩，又冇爱去跟人家，俺只能讲去喏。可是有几时间如果你这个做一个谈判的人，嘿，差唔多，因为我要会讲校话嘅咩，爸爸妈妈含唔到会讲校话，会谈啊，原谅嘅人吼，睇上安样嘅教细人嘅事情吼，也都讲日本话。可是其实睇到卡时间后，如几多花式就强下啦吼。嗯。可是睇李安先生啊，伊在万世都睇个场地步，伊唔单止伊自己本身很原住民，可是伊会讲原住民的话，伊万事因为睇我哋的面容，可是伊嘛学客话，但是伊慢慢的嘛又把我哋原住民同我哋客人的特色表现也成功。首先下我睇下我哋买嗰度嗰件菜不是。翻过来，复起来嘅，上一节目我就来自屏东嘅李安先生，同我哋讲，伊万世睇我哋面容睇嘅过程。我说想问下李安先生哦，因为几时前你睇面容差唔多一直带到我哋嘅高中嘛，吼。係。嗰時幾時你對客莊嘅印象係乜嘅？客莊印象，圖人跟人哦，佢友善，啊，佢會互相幫助哦。也嘛啲啊，我哋3天人喺度睇嘅需要不時幫我哋聽書啊，嘛有幾多人會去看我哋呐？因為我哋喺度睇山峰哦，樣片有好巴哦，嗬，啊有過來幾下呀，也係睇水機做睇水機下，又講李先生，今日送埋啲東西過來哦，安尼啊。啊，我哋對路卡行多狀況有嘛會一團路咩？他們又冇嘛個差以前人又行路咩？又冇時間冇書背位啊，那位啲啊，都學過一多點咩？不是都遲到，因為個順便做藝，做藝啊這3年人係讀書咩？因為睇工程結束啦，我睇佢畢業嘅啦，係啊，所以我哋客人我嘛個都去個出身安尼地方，都見我嘛個當啊去個圖客家人用嘅。幾十萬，哦，啊，小妹人幾十萬，細來人我也送也下，睇個視察，吼，行到來都睇聊天啊，都打嘴鼓，打到來嘅，感覺係安尼，嗰時等於你講，唔單止講，你講唔好講即個係乜嘅民俗啦，吼，跟住而家睇下我哋客家。嘅客莊地步嘅成敗以後，其實都係我哋啲客家人嘅，尤其係客話講啱好，我哋出對一條講，唔係我哋啲客家人，應該係哦。個地方咧講，因為後來成立咗一個獨立嘅書店嘛，但是獨立書店有啲個特別嘅名，做嘛按到翻譯書屋咯。當初我想我開啲書店嘅事情。係呢，我開書店嘅係啊，馬上過到。因為冇心肚裡嘛冇講啊，真是想愛開書店的，但是書擺上去了，唔同一種，我原來看見係有啊，喺啦睇啦，我用講咯，安尼咩？我咪想過講田間書店嗎？還是旅人書店？行來行去旅遊的旅遊書店，也係安尼講咯。嘛最後我先生都講啊。嗰個叫做翻啊，嗰個翻會本身嗰度，一個貶義詞，貶義自己的事。結果他意圖講啊，我前本看翻的論述，翻可以是應該講啊，我能講翻係講外來族呢，
讲番呢，舶来品是番呐、对不对？外来人也是番呐、用要讲俺去讲番哦，因为俺们讲人讲言哦，番难是的，系啊，所以做唔得，你要自信，番唔係講俺的那種番，你要把番講乜嘅呢？繁盛、繁茂、生長，不害怕，到哪里都可以蓬勃發展所以是一個正向的一個詞語至於藝術的藝呢，翻譯有個藝就話一個人達到一個境界，是一個境界叫做藝包括你講藝術家咩，工匠做愛幾好，有藝術品咩，要的，所以是包含了正向的、美麗的、好的用意在翻譯。我時常講啊，翻譯兩個詩我來談我講3天3夜要，係啊，那麼因為已不時去發現番有更多的意義存在。剛剛連開書店都見啊，伊嘛常常想，安怎唔會喏，安怎會不上多呀個名嘅安尼啊？因為他是一個思想家嘛，比較會想講啊，也個詞，譬如伊看到某個新名詞，也係舊名詞，伊會想啊，應該有類似的意思安尼啊，伊會去發現，伊會去請，甚至是對應跟這個古今的一些論述，會夾合起來安尼。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個名嘅，大家慢慢的會知也對你的意思啊，嘿。因為我哋講，我哋咧頭家裡面的先生，係算是我哋幾早期都有做我哋原住民運動，同時嘛盼嚟幾多嘅一啲包括呢一啲我哋咧南島先驅啦，我哋講南島先鋒裡面的先生，咁同時而之間嘛，而花幾多錢去買書，當初做乜想講，我用書來去為到部落留下乜嘅東西啊，還是講係單純嘅自家嘅興趣咯？我哋20歲20幾下呀，伊本來睇教書咩，睇山東教書，過來伊都考試高雄市來多做先生，佢這邊剛開始有個美麗島事件讓他看見一黨獨大的那種狀況甚至還不解嚴那個狀況，讓很多我哋有志之士，甚至在提倡民主的這些志士呢的影響，讓他有啟蒙了他對民主人權亞種安尼的思想，所以他開始去到處去翻資料，從北到南，南到北各種書店二手書全部有韓國去尋一條資料，所以俺都卡幾多要頭擺演所有運動傳單也好啦，論述也好啦，一冊空啊睇貨櫃屋，兩台貨櫃屋空啊睇地背，所以也係思想帶動俺哋原住民希望講啊，俺哋少數，但是寬鬆去家有參加原住民的運動，都安尼唔拉拜，像噴波子來喚醒俺哋去家原住民，然後能夠當作是我們永久保留的一個資料庫一樣。伊個想法是安尼，我是可以贊成他這麼做。伊冇錢，連書都會情願讀記去買書，因為其實頭先我先人講嘅一件事情唔單止係我哋講台灣島內即個民族嘅一個幾大嘅運動啦同時但是其實大部分人都係把我哋講把焦點比方聽係漢民族漢民族即個嘅尤其係台灣島內地部嘅漢民族嘅一個想法，但是你看其實裡面嘅先生，如已經把有個想法有個注意嘅地方已經表到我哋講原住民嘅部分，因為其實原住民嘛係一啲我哋台灣幾重要嘛係幾珍貴嘅一個民族，尤其係以前俾我哋漢人喺台灣一個做，但是其實從其以來嘅一個情形，比如我哋嘅原住民族，其實已受到的壓迫，甚至受到的嗰種冇公平嘅一種對待，
比俺的方民众还更多。好，嗰時其實裡面的欣賞，如扮演講唔單是表達我哋台灣本土的一啲資格地位，同時嘛把亞嘅一啲想法，表我聽我哋原住民的一啲部落地位。但是唔講，其實其實像嘢部分的書冇簡單吧，因為其實冇按到書嚟講一件事情嘛。係啊，所以我都講咪，以後把我去研究迄個資源回收站，蹲摕去潛哩，我睇後尾面看伊安尼啊，嘛要報牧師咯，跟安尼上去啦，我嘛佢感傷。如果味道愛去把嘢幾多資料去熟悉放來，因為有啲時真係亂嘅，有啲時就幾時以為書後來完全尋唔到嘅。係啊。譬如講話，你今日帶來，其實你今日帶來有一啲關於創業嘅一本書嗬，喺我哋嘅紀實同原住民族嘅生活圖譜，也係同時嘛喺我哋嘅翻譯書店，有啲關於創業嘅春天嘅書，我哋係咪請我哋嘅離岸欣賞團嚟紹介講一本書做乜嘅按創業啊？我哋看到第八個圖嗬，跟我哋日本來接收台灣1895年的個時間有沒有？其實呢，原來統治台灣嘅下呀，一方面也可以收集在地原住民族的各種生活面貌之外，當然伊個目的都有冇相同啦吼。日本有管理一個地方，用嘅方法吼，佢突然講啦吼，一本書地位吼，下巴一看嘅下呀，會膽戰心驚。你看已經四分五裂。可見有多少人願意去翻拍裡面的相片，也會去copy 啦，哈，去至於內容裡面，我哋台灣吼幾奇妙嘅原住民族，俺講大陸俺哋地，嘛幾多原住民族咩？俺哋看到人那裡光鮮亮麗，很美麗。其實以前俺哋原住民族喺台灣嘅係講嘛個福爾摩沙嘛幾。應該也是那樣啦，哈，蠻歸很好的一個環境。雖然，大家都是靠山吃山啦，哈，啊，各個族群裡面啊，有很多的社群部落，演奏嘅裳服、吃的東西，用嘅歌曲、舞蹈，吼，嘛都冇相同哦。唔會講啊，今日我能看到9大族或是16族，唔止1多族，其實遠遠不止這些，哈，因為頭擺你看下嘅人都知啊，應該以前嘅原住民族冇安尼咁簡單嘅，所以我先生交代我講啊，大家看到有節目嘅下啊，歡迎您來看，歡迎嚟跟我先生聊聊天，來認識真是台灣用嘅以古鑑今啦，而家意思是安尼，所以我嘛歡迎大家有閒對來翻譯書，安尼我先生安尼交代我啦。嗰時一本書一次都俾我哋書店嘅地方，可以去書店嘅地方看，但是冇辦法加隨。當然咯，唔止啊，佢有幾多，幾多，所以有人我想去考碩士啊，還考博士哈，我去請來先生啊去計討論咩，以為係不吝嗇的哈，教研也係天書提供各式各樣嘅資料俾人啦。所以，伊真是希望俺哋上愛認識原住民，也係唔切解原住民咧，俺哋後生也係年輕人吼，歡迎他來，歡迎他來，安尼。翻譯書屋嘅我哋咧頭家裡面嘅先生做人熟悉嘅幾多幾珍貴嘅文件吼，都全部俾我聽我哋書店嘅地方。加上我哋咧觀眾朋友有興趣嘛，可以攞我哋書店嚟看。休息下我哋喺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氣來嘅，所有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離岸先生，同人講嘅翻譯書屋，以及個一個成立嘅一個課程。
我想问一下先生，因为今日看俺的现场里边先生带几多产品来嘛？树屋侬会带俺的，因为俺的呢农产品的个现场哦。唔过都买树会存钱嘞。对啊，买树真的唔存钱。无给决心哦，真的唔好开书店，真是无骗。错，唔讲嘅错。我先生是我头都讲嘅咩，就是伊几多书冇买，我总是爱生活咩吼，我就是应用你是咧比较嘅几好嘅地方，做诶几多安尼有产业产业像俺哋1994年嘅条路吼，几多人睇种好吃的蔬菜呀，还野生的蔬菜，我都可以包装起来，栽培给需要的人，这个是一项哈。天nhiên呢？我哋有閒嚟去海呀，因為中路呢冇乜事情，我都會有時間要做手工皂，然後護唇膏啊，也係護手霜，也係給人哋嘅人客來去海啊，會用會本乜嘅門咧熬多用要做安尼紫草膏，應該要看下睇啦吼，做一道賣幾好，賣幾好，又賣嗰個。貴氣嘅好用嘅，還會打電話來講嚟聽。所以其實我想到愛學風嘅咯。學風嘅是政府有補助寧夏經濟本身啲人，唔免捱學嘅，捱嘅合作社也冇人學，嘅副產品用到蜂蠟幾好用哦，嘛做啲拿來擦家具有啲幾好用，所以我就很珍惜嗰個資源，我都做本書店。本人客用來賣安尼。其實近年我哋政府有推廣幾多嘅產業體，我哋咧原住民嘅部落，尤其推動我哋咧先人講嘅寧夏經濟，寧夏經濟係我哋樹嘅底下，你貴適合來種風嘅。嗰時其實喺我哋咧部落地方，尤其我哋沿途一舊嘅地方，唔單止水好、空氣好，係錯。嗰時有嘅產品嘛，一定幾好啊。係啊，因為我哋一條路有一個。地方它幹嘛？應該提供有一個牡丹水庫，牡丹水庫是一個最新的水庫，也係水質最好的水庫。所以上游區，俺推下啲上游區，這個上游區做唔得用農藥，做唔得用人施嘅嘛個藥嘅吼來種東西，所以也個環境也係生態佢，它夾到嗰啲嘅嘢佢講佢清新自然。我剛才先生睇幾多年了，都見講真是的，連感冒都冇過，真的空氣好，水好，空氣嘛好，錯，有限真的去行啊咧，冇錯，係啊，也種我哋即係屏東嘛保留嘛，幾多我哋咧山峰嚇，同時係用我哋咧幾多嘅天然嘅資源，佢想給我哋咧膠囊咯，佢膠囊係乜嘅東西做嘅咯？膠囊是薑黃，第一疫情的時候。他趕緊會用什麼來保健？薑黃就是個很好的東西無獨有偶，就講本來都有特色特做，你們都幾嗨呀？我講有啲，我想到幾好嘅方法，都講用哋東洋嘅那個薑黃來做成這樣子，一方面做得保存又做得帶出去，從佢邊人出來。我要對下提神吼，每日都吃2-3粒安尼，就等於一個保健的食物所以都先生有講到已經聽我哋牡丹水庫嘅上面嘛其實近年來講如果到嘅我哋咧外面來嘅旅客譬如講我哋外國來嘅觀光客啦，其實到台灣以後有啲人唔會特別去尋講他嘅熱氣嘅地方，有啲人會特別去尋嗰種嘅感覺到講佢有特色。但是其實鬼唔方便去嘅地方。我哋講其實喺樹屋地方，後來他嘅人哋講，原來聽到人原住民部落地方有啲安靜菜同啲樹屋嘅時候，有幾多人如果去看過，你即個係有影響幾層嘅啲我哋講觀光客啦，冇旅客。幾多數不勝數啦我印象過層嘅都講有一擺一個細妹長嘅細妹對香港來。伊都當然都卡幾嗨呀，要看嚟看，我有一個樹屋咯，你都入來看，因為看見我要講
坐下來啊，唔得坐下來，我要去睇下睇到家下，我要去摘野菜啊，因為有人聽，我要去摘野菜，講我停去啊呢，伊停下去家下就留下來嘅，留下來喺度2日那過去，啊過去家下有2017年我哋本香港申請去演講吼，拄好我就簽約個妹妹啊，講啊，我哋過去哦，安尼啊。伊都剛剛安排安尼啊，安排個行程啊，睇香港個行程啊。啊，過去咩話都，反正來講啊，連翻譯書的香港人，伊全部甲伊對論的，來不名冊。以前麼，去香港去海呀，突然帶俺去安尼撈啊，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當然也還有很多啦，日本小姐啦，俺哋唔曉得講。他唔識安尼話，我又唔曉得講日本話，又比來比去，然後用電腦去我講一個建議，都甲翻成日本話，然後又安尼答我啊，嘛留下來，嗰度也嘅，係。伊邊個記得講，像人哋書屋地方話有啲人哋書屋，書屋，調調書屋，啊，佢有哪來喏？佢吼，我哋書屋係睇嘅屏東。馬家的時候哈，有個香港的作家，伊來台灣找素材咩哈，啊伊到高雄機場喲，心有不甘，又倒轉來哦，佢就我想到伊佢就幾時係坐計程車來哈，你都會倒轉來了，唔係講唔來咩？他說我不甘心啦哦，嘿，按你講啊嚟採訪結束嘅係就講啊。我好想計書呢，安尼哦。伊為了我教人計書吼，去學木工哦，睇圖人哦，學木工哦。講我過日來啊，講要買一個天嚟睇個苗蛋吼。伊就講，如來看你嘅海呀，突來教人計伊邊計人睇個蛤蟆嘅都冇，就只有那間書屋。伊突睇個將近1個禮拜，每天我們搭帳篷睇個做好嘅佢係我們把它當作是小王子的書所以我們有小王子住在裡面。我相信書屋一件事情對幾多生人來講係一個萬世最想要去做嘅地方，尤其係寫書嘅上面嘅部分，因為望見一草那個地方又可以打開來，又可以看到我哋嘅天空，嗰個神聖。可是對生人來講，真係一個我哋講可以做夢嘅一個地方啦。就像頭當我哋經常講小王子的書屋，但是其實小王子的書屋一件事情，小王子一件事情嘛，還有啲故事哈。哎呀，小王子哈，很奇怪哦。小王子有一個生意呢，騎腳踏車，就安尼，因為爸爸媽媽分開嘅，冇地方去咩，看到我各位喺個路上做馬嘅啊，喺度做事，伊都各位跟人打招呼咩，我嘅生意呢就講，阿姨，我可以進來嗎？安尼啊，騎動腳踏車哦，就進來，阿姨我可以進來嗎？當然可以呀，他就去書屋那邊嘛，喺書屋那邊。然後伊過去呀，就帶啲同學來哦，伊講，告訴你們哦，有一個地方很不錯哦，我都看到人哋，去得好快哦，可唔可以帶3個細妹啊？我就偷偷去看，跟住去下來，後來啊，我哋有上按那個光華雜誌封面，這個書屋，其實開啲書店唔單止講幾天啊，喺都市鎮嘅地方開書店，其實還是會了錢哦。因為其實有人喺地方買書嘢冇咁多，但是尤其係我哋翻譯書店，而這個本身如果唔係真實拿來買書嘅，而嗰度嘅資料係其實係留下來本他個人，好對人出面嘅嗰啲文化啦，好有興趣嘅，係他個人來參考嘅。可是從我哋一啲書店睇一定鋪落地方成立以後，未來嘅路呢，你這個有乜個想法？我的想法是講啊吼，因為第一輩嘅資料改多嘛，想愛去認識自家人，自家文化人，嘛來尋資料，改多加出去冇多轉來嘅嘛有，我當然嘛，我一定要設計一個家書啊樣嘅東西，我哋希望講啊吼，我哋原住民啊。
应该讲啊，唔只个爱放伊来，唔免讲啊，政府安尼用个补助哦，你这个没装备，你会看得起你吗？是不是？系咪？俺嘛几度，俺四周围，俺欣赏四周围，嘛几度安尼个大学教授也系在各地方都有能力的人，用会读到政府政策的时候，伊都冇上以内哦，好，所以俺的书店也常常像俺那个另外有别的思想的人，还经常办一些活动嘛，哈，或者是议题，哈，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书店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藏书，而是能够启蒙，这是我一直认为是要这样子的。虽然以提散度里，但是在远，想要学你，想要来请知识的你，想要来增强自己的，我们自己原乡的也好，我们其他族群的你也好，真正的会走进来，唔会讲。现在反倒是俺这个3天营近乡情怯啊，唔多讲去讨论这个事情啊，所以俺的角色除了启蒙带动，也是一种期待。俺们睇电言入来，俺们先生讲唔好讲啊书，黑卖也唔卖，没问题，一定会发光。他这样子跟我讲，所以俺们发图鸟工呢，点亮部落一盏明灯。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因为有人讲知识是一个最好的武装，嘛是一个最好的武器。因为你有一个知识以后，咱提供这个都在讲的是嘛个，这个都在说的是嘛个，这个都在对骗你对俺们做的是嘛个事情。好，一个东西一定要去讨论到，一定要提供这个出生是嘛个，过场地位都在发生嘛个事情，好的唔好的，有一点，下一辈人可以真的行出这个。很部落的一条路，就像头先我哋先生讲到讲，也係一盞部落嘅面燈。可是話面燈其實希望走到，你講像我哋研究以前我哋林明燈先生，而上到你講可能我哋睇原住民嘅運動地位，希望講原住民可以同我哋一塊土地嘅命運，唔單止係接發放來，同時變成一塊土地上面最重要嘅民族。對，錯。嗰時候看完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今日我哋受嘅嘅翻譯書目，而唔單止係一定我哋講特殊嘅地方，同時而嘛係我哋原住民嘅運動地方最重要嘅面的。今日非常感謝李陽先生來到現場，我分享很多同翻譯書目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看呢個節目，有閒來屏東廟丹來了，多謝。休息下喎，再聽我哋聲來，求我認同我。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